所以是投资人真关心的消息。台积电昨召开法说会，公布这个利多的消息嘛，带动今日台股的动能，即开盘都见红，早盘起超过100点。也过有投资人就提出疑问，讲这个布局海外市场，也过今年资本的支出无改变，也过敢会牺牲台湾的投资计划。针对这个问题，专家分析讲，这免烦恼，表示讲拢是按照计划的进行，就算有调整，嘛是明年也是后年的代志。We are confident TSMC can continue outperform the Foundry 2.0 industry growth in 2025. 台积电的董事长魏泰嘉昨日法说会强调市场的需求，基本面利多的消息一放出来，带动今日股价表现，以853块开盘起6块，所大概维持这个坎站小可变动。更加带动台股开盘就见红，起85点了后，搁抢关早盘起超过100点。魏泰嘉伫法说会也公布今年第一季财报表现下棒，甲过去来比，今年是上强的一季。更加强调讲，今年资本支出380亿到420亿美金无改变。严格问题来呀，高民问讲，台积电到美国、日本、澳洲布局，那呢台湾的投资计划更未受影响。应该是今年不变啊。美国厂虽然已经要增加1000亿美金的投资，但是那个应该没有那么快，所以明后年美国厂开始动工，资本支出再做规划增加。可能性是比较高的。三学界分析，美国积极要甲伊合作，半导体关系嘛，阁是未抵数，互市场加一寡记录。安那靠大伫台湾投资方面，按算未起11座精益厂，4座先进封装厂。是讲水电的问题是免怎解决的？电比较麻烦，是因为我们现在核能电厂已经慢慢就要停机嘛，未来的这个缺口很可能是靠这个火力发电，特别是天然气发电补上。TSMC 在水资源的循环达到90%几以上，另外一个水资源它也会开始用再生水后。专家拢认为，以市场的需求甲产能来看，台积电有原会当维持全球的龙头地位。也毋过，伫台湾设工厂，电顶也是首要的课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